即將卸任嘅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任內面對唔少教育風波，佢接受本台訪問嘅時候話：教育被政治凌駕，希望教育可以回歸教育。一上任就面對國教風波，吳克儉話係政治氣候炒熱咗件事。國民教育就等於洗腦，嗱呢一個咧令到好唔少嘅家長咧係有恐慌嘅。我諗個政治氣候問題啦，嗰陣時咧就唔能夠咧係咁直接有效係作出全面嘅解釋，擋唔住一啲嘅謠言、一啲嘅誤會。有人話你匿喺林鄭月娥後邊，即係冇去主動就住國教呢樣嘢做多啲解釋，即係你點樣睇呢啲講法？如果要衝擊呢個學科，第一個衝擊就要你嗰個教育局長好清楚嘅。咁所以咧，好多人一啲嘅惡意中傷，或者一啲特別嘅一啲嘅冇根據嘅一啲指控。如果我因為個企位而覺得佢匿起之後，咁樣係咪事實咧？係邊個出嚟講最多嘅國民教育咧？但係當呢樣嘢係超越咗教育嗰陣時候咧，係政治層面嘅時候咧，其他嘅同事就要出嚟幫手。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 係吳克儉另一重大爭議，而且持續最長。就算改咗做 BCA， 亦都有家長拒絕俾學生參加。吳克儉承認有個別學校或者係家長希望贏在起跑線，可能會過度操練。但係呢一類嘅評估對收集教學數據有幫助，又話好多嘅反對聲音都冇事實根據。有一次嘅公聽會，有兩個同學佢講咗好多家課嘅問題，咁我當時我都話咧，我會親身跟進。我點同學跟進？佢即刻停咗喺度。咁一方面你話俾我聽你有問題，第二方面你就唔俾我知點樣去跟進，咁我點幫你呢？回顧5年嘅任期，吳克儉話最高興嘅係成功爭取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，最擔心嘅就係佢形容嘅政治凌駕教育。泛政治化真係好犀利，令到呢有啲嘅好嘅一啲嘅政策措施唔能夠咧係盡快推行，而香港咧唔可以繼續喺度落去咧一啲嘅蹉跎歲月。我擔心就唔做嗰種嘅情況出現，咁咧就咧已經不進，就已經係退。另一個涉及政治嘅議題係喺校園入面到底可唔可以討論港獨？官方民間各有說法，不過教育局就曾經講明，若果有老師喺校內鼓吹港獨，就要承擔後果。不過吳克儉話，到而家都冇收到任何投訴。其實教育局會唔會喺呢一方面，或者政府可能係有啲過濾呢？預防性嘅同埋一啲嘅大是大非嘅嘢咧，你要好清晰、斬釘截鐵咁講出嚟，唔好有任何咧一啲嘅混亂嘅空間，一啲亂嘅空間俾佢產生。任內5年，外界俾咗唔少花名佢，吳克儉咁樣回應：如果係100%嘅人都中意你咧，呢個先至係問題。你會問我哋話，因為個個要求都唔同，即係有啲人甚至乎形容你係呢一屆政府嘅負資產，你自己認唔認同啊？即係好多時候咧，我都要信咧，就香港嘅讀者咧嘅呢個素養係高嘅。大家要睇翻咧，就過去5年做咗啲乜嘢咯。如果你淨係聽佢講句說話，但係唔睇事實，咁我都幫你唔到。無官一身輕，吳克儉話退任之後要去真旅遊。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道。